乡亲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7月初4，昨昏是美国的国庆日，严格伫美国芝加哥国庆游行的时发生枪击案。当地警方表示，目前已经有6个人死亡，24个人受伤。上新的消息是，警方讲凶手是一个22岁的少年家，目前嘛已经抓到人。初步事件判讲，伊是秘伫建筑物的厝尾顶对游行的队伍扫射。武装警察徛伫咧车顶的两边，正伫枪击现场。外口有封锁线，警方举长枪，一间一间四所查。美国7月初4国庆日这天，芝加哥的北边郊区高地公园，国庆游行拄开始无偌久，就传出枪声。对参加游行的民众所翕的影片，一旦听到枪声。一开始，大家就是伫咧放烟火，你也开始有人走出来，才知讲有人开枪，警方也随赶来。I remember hearing shootings and going like, that's and then reloading and then again, and people screaming and running. It was just really traumatizing and scary. It was just horrible. I went back. There was a few people shot on the ground, and there was a little boy that was in one of the police officers' arms, and that was the worst experience ever. 参加游行的民众，大家赶紧走，规涂骹拢是椅啊、阿姨啊、车甲毯啊。目击者讲，枪击案发生迄当阵就敢若战场共款。警方认为歹徒是举步枪对厝顶开枪，犯案了人已经走去，应该是随机犯案，因已经找到一支步枪。有人看到歹徒是白人男性 ，approximately 18 to 20 years old, with longer black hair, a small build, and wearing a white or blue T-shirt. A firearm has been recovered from the scene. We have secured the perimeter around downtown Highland Park and are continuing our searches. At this time, 24 people have been transported to Highland Park Hospital. 6 are confirmed deceased. 发生枪击的高地公园，离芝加哥市开车差不多35分钟，是较有名的好亚人区。平均家庭中位数年收入到21万外美金，差不多代表620外万。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编译。再来关心咱的本土病例，昨昏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有23045例，死亡人数69个人。本土病例数是这2个月以来上低数字。另外，互囡仔住的 BNT 预防社昨昏阁有59万栋送到咱台湾，会提供互5岁至11岁囡仔注射。若5岁以下囡仔专用的莫德纳预防社是要等到7月初才会送过来，所以注射时间会搁再公布。国内新冠本土病例创下这2个月来的新低。指挥中心宣布，测试新增加23045个本土病例，有69例死亡。虽然死亡人数有明显降低，不过有一个1岁查某囡仔无慢性病病史，6月28开始持续咧发烧，烧了真厉害。29开始规分数会喘，甲喙唇反乌等等的症状。送急诊检查了后，为发病到死亡，干那4天的时间，诊断是新冠肺炎并发脑炎。使用瑞德西韦免疫球蛋白、类固醇，还有降脑压药，以及免疫调节剂等等这些药物来治疗，治疗无效，有出现这个脑炎、肺炎合并休克的一个状况，不幸在7月1号的时候过世。另外，指挥中心嘛公布6月初9至22日，台北入境的旅客内底，病毒基因定序已经完成的是182例，其中为着 BA.4 的有17例。为着 BA.5 的有95例，两种加起来是占境外移入个案的61.7%。不过学者就烦恼讲，若是 BA.4 甲 BA.5入侵台湾社区，安尼过一天确诊的人数恐惊会加关到8万例。根据估计来算的话，他们的传播速度 BA.5是比 BA.2要快1.5倍。我们有看到这2株的一个变异株。它的这个传播力是比原来的 BA.2比较强，大概是几%左右哦，但是它的这个重症的几率事实上也没有提高。今年第4批采购的辉瑞儿童疫苗59万400吨，这是早起已经送到桃园机场。指挥中心表示，已经完成通关的程序，接下来会做检验甲防检。未来会提供予5岁至11岁囡仔来做，包括做第2档，还佫有确诊了后3个月的囡仔。这批疫苗的期限是到今年的12月30。今年采购的辉瑞儿童疫苗220万3200吨，目前已经全部送到台湾啊。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桃园有一个8岁查某囡仔做第2档 BNT 预防射了后发烧，变甲唔知影人，送病院嘛救无回来。昨昏检方会同法医去验尸，家属希望会当找出真相。法医检验了后，即马初步是无发现到怪奇的所在，即马会调囡仔的看诊记录、化验检体，确认死因。检方甲法医伫测试对不幸死亡的8岁查某囡仔进行解剖，要查清楚死亡的原因。查某囡仔家属强忍唔甘的情绪，也来到桃园殡仪馆，坚持要找出查某囡仔死亡的原因是不是甲疫苗有关系。要打完 BNT 就造成这种结果，所以现在就是采样回去再做检验，了解一下这个死因，为什么打一个 BNT 会马上让心脏来做停止这个？这个药效是不是太强，是什么还不知道哈，还在等检验结果。桃园路到8岁国小的查某囡仔，顶个月24伫学校做第2期 BNT 疫苗，不过27发烧，伫厝内昏去，紧急送去部立桃园病院使用叶克膜抢救，而到病情并无较好，急救无效，移入叶克膜，院方宣告死亡。家属是这个查某囡仔第1期做的嘛是 BNT 疫苗，敢手骨会痛，无想到做第2期就出现这种的情形。法医这边有进行解剖，但是解剖的结果目前还没有收到，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参加解剖过程的爸爸表示，法医目前也看不出来有各样，也听候检验结果出来。桃园检方是指出，会调阅查某囡仔就医记录，也甲采集检体报告、甲完整解剖报告，综合比对研判了后，才会当确认死亡原因是不是甲疫苗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在咱的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也是真济，中南部规天不时拢会落雨。气象局嘛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伫中部以北过道是爱细致强降雨。咱做伙来看分图。今仔日甲明仔载，咱台湾同款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恒春天气拢无稳定，而且对流云系发展会较旺，较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早起已经有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3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中部以北东半部过道是爱细致会落西北雨，嘛有可能会单雷公出现强阵风。温度的方面，各地日时高温大约是32度至34度。拜四过后，水气才会豆豆减少，也毋过各地过道同款有雷公雨。拜六礼拜，太平洋高压增强，西半部高温稍热。若后礼拜菲律宾东边、南海海面上有可能阁有会发展热带扰动，这部分就爱阁观察。若伫澳洲的新南威尔斯省的，对顶礼拜5开始是连续落几若天的大雨，地区雪梨郊区嘛咧做大水，一寡餐厅、加油站、游乐场拢淹水。若主要的水坝嘛因为水伤甜，赶紧撤离3万人。积水深甲看无路，麦当劳加油站、摩天轮底部、面街全部浸伫水内，民众差不多寸步难行。澳洲新南威尔斯省顶礼拜5开始落大雨，地区雪梨几落的郊区大水灾，主要的水坝甚至因为水量伤大，一暝就规个满出来。The level of the dams, there's no room for the water to remain in the dams. They are starting to spill. The rivers are flowing very fast and very dangerous. And then we have the risk of flash flooding depending on where the rains are. 新南威尔斯省真侪所在车衫落雨量超过200毫米，部分所在甚至达到350毫米。当地政府车衫紧急对差不多3万人发布疏散命令，也是警告民众对一直淹大水，真正强要指责袂掉。They're saying, it's a one in 100-year rain, 1 in 100, 1 in 1,000. Well, where does it stop? We're over it. We're so over it. 4 times in 3 months is a bit much for all of us. 到当地时间初时为止，已经有几多10人无法度出来，包括一只靠潜伫海岸外的货船。大雨到礼拜1也是一直落。澳洲气象单位警告，落雨量也会增加，恐惊会造成18个月以来上严重的大水灾。澳洲联邦政府是启动应急的计划，随时准备协助救灾。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嘉乡亲做伙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中经院院士会议将有开会，7月初7日时就要选出新的院士。针对争议完成久院士的国籍这个问题，头摆是明确要求讲院士爱有台湾的国籍才会用的。来看联合报，台北市议员王宏迪也讲，新竹市长林志坚2008年中华大学科技管理研究所的学术论文涉嫌抄新竹科学园区的一份调查报告。
连图表、文献写唔到字的所在拢同款。针对这件代志，林志坚是表示讲，这件代志因为伊咧选举的时就捌互人提出来讲过啊，伊嘛已经做过解说啊，有法度经过考验。来看中国时报。对于唱歌比赛这个节目踏入演艺界的歌手朱丽晶，2021年初宣布伊得到灵感，对抗癌症得了2冬。昨昏是传出伊不幸过往的消息，才到40岁，伊的出来人嘛有证实这项消息。受国际原物料饲料拢在起价影响，咱国来青牛奶的大厂牌味全的林凤营，即马嘛宣布讲，因的青牛奶特别打算准备要起价，不过时间目前也未确定。这嘛影响一寡有用到这牌牛奶的饮料店、饭店，成本拢会增加，恐惊嘛会对得起。天气热热，无怪牛奶的销路是真好，规杯牛奶全倒落高接机做伙放，不过受到国际原物料价格压悬。加上政府宣布起电钱，下半年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愈来愈大。出产牛奶的大厂味全林凤营传出讲要起价，做饮料的业者听到这个消息，嘛感觉真无奈。去年涨了3块，今年又涨了2块，最近7月份又涨了2块。对，我们是尽量不涨价了，我们现在是尽量不涨价了。那撑不住嘞。如果再涨呢，这没办法。这不都在涨？如果它的涨幅真的很大的话，我们这边势必也是会涨下去啊。因为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只能反映在售价上面这样。牛奶的起价是因为产地饲料价销大起。彰化县福兴乡的业者黄尚坚讲，伊的牧场饲1500只牛，牧草还佫有番麦黄豆仔配出来的饲料，今年的价销已经大起40%，一个月至少都要加开240万。农委会6月份决议产地牛奶的价销，1公斤起2块，也是拍袂平，经营是真困难。5月进前吼，比较着前1块的饲料价销吼，饲料已经起30%，哦，即马7月开始吼，佫起一7角，哦，7角就带头要食10%啦，后壁佫有要起啦。这一个饲料价格应该已经到一个高峰，包括种植我们的国内的5万公顷的硬质玉米，以及释放30万公吨以上的饲料米，来降低所有这些饲料成本的上涨。农委会表示，饲料价销已经伫高峰，接受会提出番麦甲饲料米来稳定市场的价销。味全林凤营强调讲，当时要起价起偌济，也未确定。另外2个出产牛奶的大厂，统一随讲目前也无起价规划，也若公传是讲8月份会搁进一步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啥物拢起，敢若薪水无起，一个月月给3-4万块的人，爱纳厝税、爱食饭、爱交通的所贵，有的人搁爱饲鸡。免讲想要欠钱啊，逐个月月底拢钱差不多拢用甲大底落地啊低房子。房租大概多少？1万5哎。待遇多少？3万5哎，没有钱了啦。大人车警职员表示，伊逐工工时12点钟做5休1。虽然逐个月薪水有3万5，也毋过扣掉上大开销帮助了后，最近物价压力大，会当欠的钱无济。一个月存不到1万块哦。存不到啦，有时候5000块，还要吃东西啊。物价压力继续升悬，伫台北市生活上班族上感觉，像这位老小姐月入过4万，说讲家己逐个月拢是月工作，因为扣掉逐个月固定的开销，发现生活费开销变大。因为最近物价起，这会当勉强拍平，伊讲家己拢伫要落伫3角线以下。刚好打平，但是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的感觉。接下来如果物价一直上来，没有办法有额外多的钱再去指引，因为现在的扣打就很紧了，节省少吃一餐，可以再多去支付这些通膨的增加的费用。จาก外口起价卫生状况起，随落来7月电价跌落去了后，物价压力提升。主计总处测啦，将公布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学者预判可能会比5月 CPI 年增率3.39%也较高。过往家福每个月申请的急难救助的辅助数字大概个位数或者不超过100件，可是光6月份我们统计到现在，大概统计到6月20号，目前就有超过300户的家庭来申请急难救助。家福基金会表示，受物价压力甲疫情相重冲击，需要帮助的人恐惊会哪来哪济，民众会当卡19517专线，也会当透过社福机构辅助。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加上先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5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3118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计共已经超过389万例，日本超过942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9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是超过3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2200万例，伫法国已经超过3100万例。镜头来美国，6月30到7月初4是今年美国国庆的连假，加上疫情期间大家关伤久啊，所以真侪所在旅游拢逼人阵。也毋过航空业却因为欠卡手，致使一寡飞行机帮取消，各地机场拢乱糟糟。手挂行李排排啊，侪美国民众出现伫机场。不过，就算有机票，嘛无代表会当上飞行机，因为5天国庆连假，加上放零防疫措施，类似鸟放出人共款，大家拢出来佚佗。股市初一，就有250万人通过机场的安检站，比去年加1倍。不过，面对疫情爆发以来，旅客数量上侪需求，却因为卡手无够，各地机抓都要取消或者是慢分。航班追踪网站 FlyAware 指出，美国初一取消587个机抓。超过6800个机抓满分，也若初二是取消超过600个机抓，超过3300个机抓满分。美国航空已经宣布，6月至8月机抓要减15%。原本应该是欢喜出去佚佗，煞怎调伫机场的民众是感觉真无奈。When I was going home this weekend to get home, I was flying with Delta and they canceled my flight as I'm boarding the plane. This was my flight from yesterday, 7:55, and I can't even get home now. I don't know how I'm gonna get home. 过去2年来，航空业受到疫情的冲击，为着要省成本，鼓励员工提早退休。几啊万的员工是已经离职。分析指出，甲疫情进程来比，美国航空业的卡手是减15%，尤其是技术上欠人，航空交通大乱，真侪民众都归去家己赛车。Probably the option, probably drive and have a good experience and drive down to Florida because the price is too high. 美国汽车协会 AAA 估计，即届国庆连假，全美国会有4790万人赛车出去佚佗，差不多恢复到疫情进程的情形。另外，受到疫情的期间，甲罗西亚乌克兰战争，致使供应链受到影响，包括亚利桑那州红红城、甲加州首府萨加缅多等等全美国真侪城市，拢已经取消国庆宴会活动。公司新闻王雅峰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向新咱做回来看世界。意大利最近称关温上长的河流破河已经出现70年来上界严重的可旱，4颗里海5大区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关心高中方志哥接受路透社访问，伊是对外表回讲，伊无递延嘛未辞职，佮讲伊9月份有可能会去访问乌克兰甲俄罗斯。来关心法国总统马克宏今日进行内阁改组，嘛会开新的内阁会议。不过反对党已经放调讲，要提出无信任案的投票，要反对这个内阁。镜头等下咱国内来关心陆军航特部伫昨昏伫屏东的救兵基地进行年度上大演习——新鹰操演。另外，海军的运输舰玉山舰已经驶入去码头，要做静态测试。说落来，嘛会去海上做测试，总共拢下标准，拢有通过。安尼上紧9月份的时，就会交付海军。发射。彭世清飞弹击着目标，陆军航特部年度上大的演习新鹰操演，初时起连续3天伫屏东九平基地举行。彭世清攻击直升机首先登场，挂载彭世清飞弹对敌机实施空中伏击，拦截敌机，模拟敌机飞弹来袭，但烈焰大响尾，画面震撼。除了彭世清直升机，陆航也出动阿帕奇攻击直升机、OH-58D 战术直升机、CH-47运输直升机等各种机型参演，各对海上目标进行炸射、严正战略。陆航的空用武器包含了响尾蛇、刺针跟地狱火等飞弹，将陆军现役的精准弹药实施全面性的训练成果总验收，对于提升战力、
有非常大的帮助。国军最近积极操演，5月传出测试的时阵，真仓积水的海军投资者万通级2车船坞运输舰玉山舰，即马也拜读状况正伫码头静态测试，收落来海上测试，那结果符合标准，上近9月就会当交南海军。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看，咱台湾囡仔真厉害 ！LLB 亚太区少年金棒球锦标赛冠军战，咱台北市好林国小是以1-0拍赢韩国队，6-7档。咱的在台湾细汉选手，搁要去美国的威廉波特拼世界赛。对画面会当看到好林国小的少年棒球队拍赢韩国队了后，是欢喜甲大声喝休。好林国小过关斩将，拍赢纽西兰、关岛、菲律宾，拍入冠军战。尾也是以1-0拍赢韩国，摕到胜利，嘛摕到亚太区的代表权，会伫8月份的时去美国威廉波特比赛。另外，政治的消息，咱来关心年底要选举啊。年底台北市长选战有风声讲，台北市长郭文哲要互副市长黄珊珊用无党籍的身份去参选。民进党这方面这部分，民进党的人选目前是也未确定，也阁有风声讲，蔡总统也在等前副总统陈建仁点头答应，这是地书卫福部长陈时中想要提出。也嘛，国民党这部分，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是已经开始咧走基层拼选战。年底台北市长的选举受到大家关注。传出台北市长郭文哲决定讲，副市长黄珊珊会以无党籍来参选，要来拼选票超过哪里？我想这些每天蓝蓝绿绿在计算啊、弃保啦、合作，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市政民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事情做好，然后让市民过好的生活。市长之后选举会不会想办法来，希望宋主席也能够出面来支持？当然是最好啊。迄若着赢台北市长的人选，有风声讲总统蔡英文伫等前副总统陈建仁同意，互指挥官陈时中无想要出来选。民进党选对会会伫初5开会，处理华东县长的提名，到时敢会做伙讨论。台北市的布局嘛受到大家关注。总统陈建仁有考虑要选新北市吗？双北是不是在等一个人？陈建仁。好，谢谢大家，平安平安，好。他们内部一直在计算，对，计算盘算，都是机关算尽嘛，是，对不对？但我觉得台北市民其实应该是期待的，谁能够带领这个台北市向前迈进，不断的进步，能够提出符合市民需求的政见。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持续拜访基层备战，批评着赢布局，敢若是考虑派系利益，无顾市民的需求。也若高雄选战的部分，第一个打者得到国民党提名的郭志温，面对论文门的争议，伊嘛主动提出来讲：我自己写的文章，我自己怎么样来做一个使用，本来就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范。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如果再有更恶劣的做法的话，绝对是提告的。国民党初时嘛委托律师去台北地检署告发人并且被将也王达水诽谤，将律节目或者是网军，若是持续发布不实的谣言，无排除会提起诉讼。记者综合报道。上北市对去年开始，针对胃病死亡往生者的家属，拢有分10万块的慰问金。若钱是对防疫捐款来的，但过即马有民众投讲，台北市这部分的慰问金5月底就已经无搁分啊。台北市的社会局是表示，因为7000万的捐款已经用到大底啊。若新北市是表示，这部分因目前还阁会继续办理。新北市长侯友宜去年6月中，头一个宣布要运用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防疫基金，发放户口伫新北市确诊死亡的人因家属10万块的慰问金。台北市嘛拨款伫咧办理，不过最近有民众投诉讲，台北市的慰问金干那发到5月底，6月了后确诊死亡者的家属都领无啊。所以当时那个后面那一过世的人，我们有花10万块，后来这个钱就用完了，所以如果要花的话，还要去募款的。不过现在通货膨胀，你知道，现在跟企业募款也比较困难了。不过这样，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募到钱再花嘛。社会局讲，去年头一届向民间捐款管理委员会争取慰问金的经费，迄当阵协拨4000多万，到今年5月疫情爆发，各用3000多万来运用，目前7000万已经全部拢发了啊。市府要编预算，或者是动用灾难的准备金来发。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几啊届强调讲，新北市发10万块的慰问金是袂停落来的。
目前已经核拨7000多万，而且持续办理当中。现在卫福部进前都已经有提供确诊死亡者的家属10万块的丧葬慰问金，减轻办后事的负担。目前针对染疫死亡都是请民众直接申请卫福部，或者是我们协助他们透过我们来申请卫福部的死亡慰问金，我们自己没有再额外的编列预算的。根据卫福部公布的内容，追溯到2020年1月15日了后，为着新冠病毒确诊死亡的人，每一个人发10万块的丧葬慰问金，而且若是已经有领地方政府相关死亡的慰问金，嘛袂影响卫福部慰问金领的资格。记者综合报道。昨在台铁一台区间车顶，因为有2个旅客冤家起冲突，列车长赶到位，全赶紧通报车站，希望车站会当协助叫警察。不过绿竹站的站长是讲，伊无揸手机啊，叫列车长家己打电话叫警察。即马台铁安全通报机制嘛引起质疑。列车到站，查某人冲出车厢，叫人查落来。伊好亲像因为车顶乘客行李箱发出声音大骂对方，其他乘客苦劝无效，双方冤家。女乘客指控查某人拍人，列车长也要求对方莫离开时阵，甲查某人扭扭勒。台铁台南车站上车后，不久遭一名不明男子伤害，拍打右手背，踹脚。规个事件发生伫初四透早7点外，台铁312-7车次的区间车第5车厢发生旅客冲突。不过介入处理的列车长回报路德站报警，却无受理。列车长先用手机，然后通报110，然后值班站长再通报我们的调度所，这样会比较有效率，会比较快一点。路德站解说，值班站长手头敢若对讲机，惊耽误时间，则请对方先用手机报案。依照台铁流程，发生的第一时间爱先疏散车顶的旅客，刷来通报就近的车站斗3共报警，并且通知调度中心。为了确保人员安全，列车长拢有配发喷雾剂。我应该会带那个喷雾的，对，因为我都有随身携带。说随身携带什么？喷雾器。喷雾器。对。因为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对啊，就好像情绪障碍的人。台铁路德站表示，2019年发生铁路警察李胜汉被刺伤事件，公司有配发喷雾剂，让当人执勤的时阵随身炸。各运务段原有警察定点巡逻，后续要建议铁路警察加强巡逻，尤其是上下班的尖峰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屏东。屏东的嘉东高农食品加工科的学生囡仔，最近这阵啊是无用咧做点心，因是甲做伙点心送互弱势族群，抑个当地各地的民众。若所有开销甲所费拢是乡亲寄付的，或者学生囡仔会当发挥因的技艺，嘛会当发挥爱心，一减一个。拄仔烘出来燕麦饼，看起来真好食款。屏东县的嘉东农业职校食品加工科的学生制作点心的田鸭仔，互乡亲会当发挥爱心来买一寡田鸭仔，这个送互有需要的弱势族群，甲当地各地的民众。我们利用屏东的农产品来做我们学校特色课程。事实上，在这疫情期间，那因为可能大家都居家里面，然后我们制作这种下午茶的点心，可以在家里来制作。食品加工科的课程选择用在地食材来做香、披萨等等的食品。若即摆做的点心是选择用简单的米粉加糖来做饼，唔会当互学生伫厝内制作。民众若是食了有介意，嘛会当家己来做看卖。泡菜，然后酸菜也都有做过。然后疫情期间啊，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像面包的发酵就没有办法做了。但是因为有学过饼干，所以只要家里有奶油或是简单的糖粉或糖低筋面粉，就可以很快速的就做完饼干。透过做田鸭仔，唔但互即寡食品加工科的学生增加实践的经验，嘛互大家有机会伫疫情的期间发挥爱心，做伙来为社会付出。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岛南的成功社区有一个真特别的阵头，叫做布马阵，这是庙会真重要的表演，也毋过已经强要失传。社区协会今年是专工甲科技大学合作规划展览，要推广、要传承这项文化。现场的布马阵是闹热滚滚，这是岛南成功社区特别的阵头，传说是对古早的德马戏演变而来。分布伫基南、云林上济，
对原本的歌舞活动比作是一种庆典表演，不过大家其他的阵头同款。布马镇即马嘛拄到失传的风险。阮这个布马镇的传承已经有几百档的历史啊。咱即马过来可能会失传，因为我即马来咧学的人真少啊。所以有啥我讲咱伫文化这个部分希望讲咱作为咱国家的一寡文化的中间，应该重视这款咱这传统的物件。新光社区协会长久以来鼓励里面学布马镇变传承，除了请布马工艺师来甲在庄的时代囡仔教布马，即阵更加好尾科大合作，甲出阵的技师布马规组拢整理出来，佮招学生来翕布马背胶的粒仔作品。望用现代美术馆的概念，把当年推广的成果摆展出来。我们虎科大进驻他礼物园区大概是迈入了第6年了。那我们一直秉持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他礼物斗南镇的24个里的珍珠，那不断的盘点，然后透过这个平台把它发扬光大，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他礼物的一些文化的特色。担当展览规划好尾科大团队，今年已经是入到大理部文化园区的第6年，因望讲会当结合自身的专业，继续把斗南各整理的文化宝拢学出来。也若这上新一档的成功布马文化展览，按算伫大理部美学馆，一路展到7月底，欢迎民众随时来参观行打。记者转报道。来关心国家人权委员会第昨昏有召开记者会，宣布因要启动儿童少年安置机构甲校园受性侵害议题调查，按算要访问500个受害者，要找出结果的原因。按算明年7月份的时就会公布研究结果。我就是在安置机构被欺负的。请跟我有一样故事的朋友站出来。透过影片，呼吁更加侪人站出来。国家人权委员会测试宣布，启动儿少安置机构甲校园性侵议题的系统性调查。委员会锁定受性侵害的时，年纪约未满18岁，而且是伫安置机构、校园受害的民众，呼吁因出面参与调查，听受害者的声音。找出整个儿少性侵事件中，在台湾的社会、文化、法治的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卫福部统计，去年性侵害被害人计共7787人，其中超过一半受害者无满18岁。委员会按算透过访谈500人，根据因的经验，除了找出解决方法，嘛针对亚康者的保护、数据乌素等等问题进行研究。可能一个权势关系，包括父母的态度，父母不一定信赖他的说辞啊，或者求助管道他是不相信的，所以他是选择隐忍的。所以这也造成这个黑数是持续的存在。长期呼吁中央针对儿少性侵问题展开大型调查的立宪基金会表示，虽然调查起步有较晚，也是应该肯定。咱爱有一个互这被害人有一个安心跟信任，感觉讲因的声音会去互重视，反映的这问题会当得到一个结果。立宪基金会认为，安怎互被害人有信任感，而且安怎听者的心声，刷落来，搁去做有效的政策改善，是这个计划真重要的重点。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中国向向禁止咱台湾上班进口，咱台湾民间嘛用家己的力量来挺渔民。高雄永安议会甲高雄的关会中心有合作，举办关会送石斑的活动，计共是送出200尾石斑，去关会民众拢公报着。南马溪关会石拜一罕得遮尔侪民众排队等买关会，初时这天来这关会就送一尾石斑鱼，原来就预约这天要来关会民众拢感觉报着啊。还不错啊，因为我本身是在做半桌的，其实没有出口。台湾用的话，价格就不会那么高。有赚的，公平好食。原来这一箱一箱的冷冻石斑是永安渔会出的石斑鱼。高雄受到疫情影响，最近欠货真严重。这摆永安渔会甲关会中心合作，按算要送200尾，鼓励民众来关会，嘛希望大家吃好到小宝。已经处理好的这个石斑鱼条冻哈，然后。也希望可以让这个来捐血的人带回去分享给家人，那
请大家多多支持这个永安的10班。我一天因为要种1100地的花啦吼，所以原则上就是上无，阮大概就7000地以上的花，还有算安全。啊，今仔拜下早啊，敢若5点9工尔吼，啊尤其中昼啊雨火吼，才全部便宜了吼，会剩4工，啊4工足少的。即马佫改做伙停气味。测试毛民间企业专工开车到武林区的3个部落，送280份的石斑鱼，予弱势家庭甲独居的长辈，希望大山区的民众嘛会当食到石斑鱼，支持渔民嘛是做公益。记者陈嘉文、罗伟做高雄报道。健保署昨昏伫阿里山的山尾社区举办虚拟健保卡在地医疗人员培训课程，希望结合医疗元素，运用虚拟健保卡进行居家医疗，也有视线看诊，互山区民众如讲有医疗需求会当更较利便。利用远端识别看诊，伫山内的民众使用虚拟健保卡的功能，唔但会当透过镜头，互医生看到病人相关的医疗记录，嘛完整提供互山卡的医生了解。现在所推的这个健保轻量的 APP 以及虚拟健保卡，那目前用起来的话是觉得真的会有帮助，是因为只要一刷之后，我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我车程最少要1个半小时以上。如果说有虚拟健保卡，然后可以线上看诊问诊的话，其实可以缩短我们村民跟医护单位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反应。中央健康保险署7月14日伫阿里山乡举办头一场虚拟健保卡的在地培训课程，希望透过训练相关医疗人员，推广偏乡也是山区的民众使用虚拟健保卡。那虚拟健保卡上面就是有一个 QR code， 所以说，假如说是医师在看病的时候呢，他只要扫了你的 QR code， 就相当于就是你的健保卡的实体健保卡的读卡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云端资料。啊，这样医师在给民众就做一个诊断跟治疗的时候，资讯就比较完整。去医疗这样子的观念，还有我们的一些数位落差来把它弭平，让在阿里山的居民他们都能够习惯，而且能够很容易的来使用远距医疗。目前国内已经有27万多人申请虚拟健保卡，600公斤地域病院诊所有提供虚拟健保卡的服务。健保署表示，虚拟健保卡结合挂号、看诊、检查甲领药的功能，为了要解决偏乡甲时代的数位落差，会继续举办相关的课程，互民众来了解。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印度。伫印度南部有一个实验世界村，这个实验世界村是对1968年开始甲打，经过半世纪啊，目前内底有住3300个人。这3300个人是对52个国家来的民众。一个这个所在较特别的是，因无私人的财产，大家拢为公无为私。真侪人拢希望会当住伫个理想完美的乌托邦世界。伫印度南部泰米纳德邦邦迪切里的苏更之城，就是伫咧做这种实验。这是伫1968年由一位法国女士和信徒叫做母亲的阿尔法萨所创办。She imagined a society without money, without nationality, without politics or religion. 经过半世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城市会当发展，并且获印度政府认定是国际文化城市。居民种300多丛树，将原本的沙漠变做森林，占地超过2000公顷，正做生态城市规划的带头者。这摆居民有3300位，来自52个国家，每年差不多也有100人为了要追求森林加生态价值来遮住。苏更之城的象征是这座圆形的大黄金球，12条放射性线开的路，代表神回应人类对完美的愿望，内面会当冥想。 It's a place where we all meet together, not at the same time, but all the people when they have a problem. It creates a kind of unity. It helps us find our unity. 对苏格兰来的科学家是为了要实验新的农业生态。 I was inspired by the dream of the mother. She said Oroville is a place of non-ending educ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or how many bananas to grow. They say, no, this is your inner path. 在苏更之城，像这种形态农场就20几座，生产的农产品透过合作社提供居民所需要，而且因也伫咧实验无用货币，所以产品无计销。 伫咧介绍时阵，唔免付钱，只要玻璃的名加产品的代码，以免浪费。
严过要来遮大人，爱甲家己所有资产拢交出来互社区。Auroville is dreamed, and the way or the purpose of Auroville is not to have any ownership. 阿尔法萨1973年过身进前，办委托法国的建筑师，甲苏光之城设计成这会当住5万人的城市。因过因为欠资金能力，和基础建设落后当初的规划，所以居民希望印度政府会当拨37亿台币资金来发展这个城市。公司新闻王亚峰编辑。今年3月份的时，日本的柔道联盟已经取消10岁至12岁这一组选手的全国赛。原因是这细汉选手在训练的时，为着成绩，教练会体罚，家长嘛插手甲控制，为着要赢，规个已经走精。也毋过柔道伫南非就完全无共啊！柔道是南非的人民，也阁有难民、移民互相熟悉交流的一款运动，这是伫遐一款交朋友的方式。听到3月1场儿童全国大赛第一摆取消，捌参加过安尼比赛，即卖已经是中学阶段选手拢赢一条。大会自体も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て、かわいそうだなと思います。日本是柔道之乡，也是奥运大牌重点项目。取消比赛出现正反两边的辩论，因为无惜一切代价只为赢的心态，体罚甲命令减重压力，互日本的囡仔一个一个退出，以前传统强权的名声是毋是无够响亮？これはまずいだろうと。その金メダルたくさん取る一方で死亡事故も突出して多いっていうのは育てていくっていう考え方にしないと日本柔道ももう限界に来ている。高考记者表示，日本体坛有一个歹习惯，就是教练会体罚囡仔，好亲像被拍就是悲哀。教练体罚至少可能吊销教练证，还有一关就是无受控制的家长，因未考虑危险性，只希望囡仔赢。高考记者表示，柔道对日本人来讲无好耍，取消囡仔比赛看起来会互柔道落车，不过应该反向思考，解决了后才会更加强大。另外，柔道对南非来讲是被用来当作免排外问题更加严重好运动。Friendship, respect, they are all things that are taught on the tatami. 2008年，南非发生为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以来上严重的受外攻击事件。在约翰尼斯堡上产者人口上百的亚历山大当地居民攻击来自莫桑比克、马拉维甲辛巴威移民，暴力事件拖到其他的城镇地区，造成60人死亡。到即马，排外受困依然存在，尤其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奈及利亚甲辛巴威移民受害上深。有人就用柔道当作和平工具，道场伫开伫亚历山大，顶个月正式开播。Je suis congolais, je suis noir, nous sommes tous les Africains. I think it's very meaningful to have like a migrant coach here, a Congolese coach in a place like Alexandra. It's a place where people can get used to see refugees as someone who brings skills to the country. 奥兰多希望学柔道，互人更加冷静，知影尊重他人，知影什么是和平。当然，学的过程当中也熟悉新的朋友。公司新闻黄文明报道。世界真心色，来看5星级的饭店上数字，也毋过伫瑞士有艺术家是起一间2公无星级的饭店，无厝顶，无壁堵，住伫遮佫真差，袂输困伫大路边。伊的目的是爱大家思考开发甲战争对环境的破坏。若澳洲佫较新式，佫较趣味，有一间餐厅来遮高管的消费者开钱，毋是要来享受的，颠倒是开钱，互人刁难甲糟蹋的，想袂到生意佫真好。服务人员出来将饮料放伫人客桌顶，送餐时阵也阁欺人人客，甚至规气将物件放伫隔壁空桌啊，爱人客家己去摕。澳洲说的有一间餐厅，则无顾客至上的服务，受各种无理来对待人客方式。算账时阵，找钱直接用片互人客，落伫涂骹爱家己去扣。毋过餐厅服务人员完全无感觉失礼，人客也感觉真趣味。Go, get out, don't come back, get hit by a tram. People love to be abused, apparently. They like to be sworn at, they like to shout at waiters while waiters shout at them. 为人客南薯条的印象，所将规个酒池啊、夜斗阵倒入盘底，人客阁学老细道写。这间餐厅的大半清单都是模范每一个人客，有创业概念，吸引真侪人。
当然，公算球也是有限度，基本原则就是免考试新生障碍者也免有种族或者是性别歧视。随时受一队上声技术家选择甲油站边打造一间零星级旅馆，按过详细看，房间不止无厝顶边就是车路甲加油站，而且一定困袂去。Aktuelle Weltlage. Also das Übernachten hier wird zum Statement für die Dringlichkeit notwendiger Veränderungen in der Gesellschaft. 在暗时加油站显示油价顶显示，边车路车真多，路起来者得到的是无完美的体验。随着概念技术家过去为拍破车发电机，把房间搬到山顶或者是地下室。即马这对双生兄弟，佮将房间搬到瑞士南部外来州小城善用的车路边啊，邀请人客伫半困半醒当中，反思气候变迁战争甲人类一直对完美的追求。 Und mit diesem Zimmer zeigen wir auch wie einen Bildfehler. Es ist wie ein Zimmer vom Himmel gefallen, das nicht an diesen Ort passt. Es ist wie was kaputt gegangen. Es ist wie ein Fehler. Und 英国指出，若无马上行动，随目前局势发展，这样反残横恐攻的景象，恐惊早晚会成做现实。公司新闻台为人朋友。 来关心环境，印度已经开始咧限制塑钢甲塑胶落啊，再用一届就拼掉的塑胶用品。环保团体是认为讲，这是真重要的一大步，认为政府应该爱继续扩大限制。不过，一般的民众甲小店头拢认为讲，政府应该先提出替代方案，才大头限制，安尼才袂影响民众的生活。 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乡镇，卖蔬菜、水果的贩啊，是印度一般民生经济袂当欠缺的。店头甲要卖产品用塑胶袋吊好交予人客，这是印度小市民生活正事常的。毋过看都市的边啊，这个等待处理本数已经蹲甲亲像山遐尼悬。 根据外电所引述的统计，这个人口差不多14亿个南亚大国，逐年用掉的塑胶制品有1400万吨，相当是每人每年制造10公斤左右的塑胶本数。互人认为这是空气加水源以外，印度上严重的污染问题之一。 对这件代志，印度较早原来出现过限制，也是禁止塑胶制品的做法，啊，毋过拢停留伫个邦，也是省的地方层级。全国性的塑胶禁令，这是头一届实施。根据印度联邦政府的公告，包括塑钢、餐具、圆塔啊、包装膜啊，也个冰淇淋、鸡龟仔的细支菌啊，拢总19种制品，拢互人列做是用一届的物件，列入全国禁止的名单。 所以为制造、贩卖到进出口一律禁止。लेकिन हम तो ये कहना चाह रहे हैं कि ये चीज़ बंद हो तो वो चीज़ ऐसी चीज़ आ जाए जो कि हम उसमें देना शुरू करें जिससे नुकसान नहीं हो। हमारा कहने का मतलब ये है बस। 部分环保团体原来有类似的看法。It's not just about on paper presenting a ban, but actually executing on the ground, and that's the challenge. The other challenge is that where's the alternative? 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 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中南部恒春5日时间的强降雨，那中部以北过道是细日西北雨甲雷公雨。另外要提醒乡亲，今仔日伫双北市抑个花莲、台东，拢真热会穿高温，乡亲爱做好早日爱记啉水。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 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将亲平安顺心，咱再会。